哇！仲有粒骨，幾大一粒、兩粒，又多一粒、三粒、四粒，四粒呢邊多四粒、四粒、五粒、六粒，仲有一粒呢，七粒。哇！總共七粒瓜，而家去摘第一粒先，摘呢粒，摘呢粒，聽日攞嚟煲湯。除咗煲湯唔知做乜呢？瓜，聽日整嚟食。咦，大粒嚟嘅，摘㗎啦嗱，好多嗰啲刺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哇！爭少少跌咗落嚟添，重到啊！幾磅重啊呢粒？哇！你睇幾磅重啊5磅、10磅喎，都有10磅嘅。係啊！哇！你睇幾大粒嘅？今日呢條第8條8個瓜，呢個係第9條。哇！總共9條瓜，摘咗一個。聽日咧就攞嚟整嚟食㗎啦，係咪？呀OK，請問幾磅？我幾磅黐？我10磅。哇！幾多磅啊？冇嘅，冇嘅。10磅，有幾多磅啊9磅8， 9磅？9磅8。呀9磅8。呀，嚟1到10， 3 呀10磅啊10！磅啊，係啊，10磅啦，呀10磅， ，10磅，啱啱10磅。